盲選5個香港嘅商場，時代廣場。我又喺時代廣場度返過工，暑期工。佢而家裝修咗靚啲嘅，即係 update 咗，但係好似人流麻麻地。我擺第4。裝修咗係加咗嗰2條好長嗰個自動電梯啊。係，同埋其實 toilet 嗰啲全部都裝修咗，好乾淨。海港城，你咪講晒成個海港城。我懷疑佢係咪全香港最大嘅？即係如果計由頭到尾嘅話。第2呢，你想食任何嘅菜式，又或者你想買任何嘅嘢都有。大牌子到去到啲即係細啲嘅牌子都有。下一個呢個商場呢，就叫做新啲嘅 K11 Musea。佢最好呢，係個 toilet 好乾淨同好新，但係我都幾中意佢個 design 嘅，唔係一式一樣，唔係白賴晒咁咯。第3，觀塘 APM 係因為佢個 design 呢好扁啊，行得好唔舒服，所以我擺第5。最後一個新城市廣場，好多人，但係佢都幾大嘅，同埋係咪 Snoopy 公園都係喺新城市廣場？佢而家仲有冇喺度啊？有，我都幾中意嗰個 Snoopy 公園，所以都 OK。第1，我記得以前好細個有去過咯。